內地嘅社交平台同電商平台近年出現一間聲稱係嚟自香港嘅百年老字號，叫做香港大藥房嘅網店，主要售賣自家品牌嘅藥油、藥丸等保健食品。內地傳媒近日揭發呢間香港大藥房嘅產品，全部都係由江西、河南等地工廠生產嘅貼牌貨。產品包裝標示提到已經獲香港醫學研究會品質安全管理認證，實際上本港並冇呢個機構。報道又話，有內地民眾買咗嗰間鋪頭嘅藥膏，用咗之後皮膚出現過敏情況。報道話，香港大藥房有限公司2021年喺香港申請商業登記同公司註冊，登記地址係旺角一座商廈入邊嘅商務秘書公司。內地律師話，呢間網店假冒香港品牌嘅做法已經觸犯廣告法同反不正當競爭法。報道曝光之後，香港大藥房嘅抖音平台仍然繼續如常直播帶貨，繼續標榜自己係香港貨。據報生產呢啲貼牌藥嘅代工廠已經被責令停止生產，並且下架有關嘅產品。本港消委會回覆查詢嘅時候話，過去3年一共接到130宗涉及喺內地網購平台買到懷疑仿冒藥嘅投訴。消委會話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有關嘅投訴。